揾人裝修或者維修，你通常聽朋友介紹，抑或自己上網揾？打開社交媒體平台，近年涉及裝修維修嘅廣告一個接一個，講到乜都搞得掂，你又敢唔敢揾？呢個電視櫃以前都比較叫巨型啲，而家就比較設計新穎啲咯，覺得咁誒有拉出嚟啊！拉過去嗰個邊咧，就可以喺個廳嗰度，唔係喺個飯廳嗰度咧食飯，又睇到電視啊！姚啟恩呢個400幾尺嘅安樂窩，半個月前啱啱翻新完，而家日日望住一屋嘅新裝修，佢話人都開心啲。其實裝修個費用都唔係幾千蚊啊，都係一個唔少嘅數目啦。就譬如廚房佢整好啲，太太煮飯就開，即係會舒服啲咯，即係可以即係唔會咁局促啊咁咯。即係換過晒啲新嘢啊，地板啊即係牆身啊嗰啲，咁啊個人就會開心啲，就會即係會精神啲咯。佢話太太一早諗住裝修過間屋，不過一直揾唔啱時機。去到上年年底，佢哋終於出手。最初都係揾親戚朋友介紹啦，睇下佢哋做過得好唔好啊咁。當然我自己又上網去睇下坊間有啲咩裝修公司啊咁。最終係揾咗網上一間公司啦，上過嗰間公司睇過係咪真係有規模咁咯。咁最終個過程裏邊都有擔心嘅，但係最尾個結果都係即係跟得好好啊。一樣係上網揾，但唔係個個都咁好彩。啲水係慢慢咁樣滲出嚟，有時一沖完個涼佢就滲晒出嚟㗎啦。浴室滲水問題困擾關生年幾兩年，直到上年嘅12月，佢跟住社交平台廣告揾咗一間防水工程公司處理。你呢幅牆啊，呢幅師傅帶齊架撐同埋防水物料上門，檢查完一輪，就話可以喺懷疑有問題嘅瓷磚之間開窿，打防水膠水入去，按料去收費，仲有5年保養。咁佢話應該1000零蚊啦，你呢個情況咁樣。咁我心諗你頂到盡咪4、5千係咪？咁佢就有稱過俾我睇嘅，咁啊唔知幾多磅咁樣啦。咁打完之後咧，咁又再稱多次啦。嗱，而家就用咗咁多磅啦，咁咧就計。而家咁就14600啦，咁樣。咁雖然比當初報價貴一大截，但係關生當時冇特別追究。咁點知做完工程2、3個禮拜，浴室繼續滲水。關生於是聯絡對方保養，先發現完全揾唔到人。又隔咗幾個禮拜，我再 send 係啦，即係每一次出現咁，我就再 send，佢都係唔覆嘅。咁我忍唔住，我要打俾佢啦。原來空號嚟嘅個電話。屋企漏水，千祈唔好拖啦。近年坊間有唔少防水工程公司，以唔需要打拆、高科技物料同埋收費平作為招徠，但係工程做到一半就坐地起價，有人更加試過埋單成6、7萬蚊。